14萬港幣就可以實現香港升學、就業同埋全家嘅永居身份。今日就係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小眾嘅冷門香港升學就業嘅路徑啦。如果你啱啱高考成績唔係幾理想，又或者想嚟香港工作生活，但係背景又滿足唔到高才、優才、專才嘅申請要求，咁可能呢個係一個幾好嘅途徑。呢個機會咧就係香港政府推出嘅職專畢業生留港計劃，叫做 VPass。呢個計劃咧係針對非本地學生，包括我哋國內嘅朋友啦，只要你入讀香港政府指定嘅全日制2年嘅高級文憑課程，就可以留港就業，成為香港急需嘅技術行業人才。而香港目前需要啲乜嘢嘅行業人才呢？係 IT 啦、人工智能啦、機電工程啦、健康護理啦，呢啲咁嘅行業呢，都係屬於一個長期缺乏人嘅狀態嘅，亦都係咧呢一個計劃覆蓋嘅範圍。咁樣呢個計劃有啲乜嘢嘅優勢呢？第一係性價比高，2年嘅總學費都係大概14萬港幣，但係又提供學生宿舍，仲有各種獎學金啊，同埋贊助機會。配偶同未成年嘅子女仲可以作為受養人一同嚟港，配偶仲可以工作，小朋友又可以讀書。而第二呢，就係課程嘅設置靈活，15個行業裏邊咧有34個專業嘅課程可以俾你選擇嘅，而部分嘅課程係採用普通話授課，唔使擔心聽唔到嘅。第三呢，就係就業嘅前景好好，根據呢個 VTC 資料，畢業生就業率咧係高達90%嘅。學校同埋合作嘅企業仲提供咗實習嘅崗位同埋聘用機會，完全係唔愁揾工作嘅。而第四呢，就係畢業後你可以申請留喺港上班，通常居住滿7年就可以全家一起申請永居㗎喇。第五，畢業後亦都可以咧繼續升讀香港或者海外嘅本科，而且通常可以直接入到大3嘅，嚟實現你去名校嘅夢。記住，機會咧係留俾有準備嘅人。如果你對呢個計劃感興趣，但係又唔知道自己符唔符合要求，咁快啲去揾我哋查詢啦。